想同大家分享下咧關於端午節嘅習俗同埋文化。咁咧端午節呢個節日咧，我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啦。咁每年嘅農曆5月初5咧，大家都會食住粽啦，又或者睇住龍舟競賽，呢啲都係端午節最有代表性嘅活動。咁講到龍舟競賽，其實咧呢個習俗咧同我哋南方地區嘅生活息息相關嘅喎。古代南方咧有好多河道同埋港口，咁咧出產稻米嘅地方咧仲特別多，所以咧住喺嗰度嘅人咧，好早就開始咧用船嚟做交通工具同埋生產工具。而有啲漁民咧閒時仲會咧相約咧去划船競速，咁慢慢咧呢種比賽形式咧就演變成為今日嘅龍舟賽啦。咁咧大家喺岸邊咧睇住一條條龍形嘅船啦，聽住急速嘅鼓聲咧，真係好熱鬧。至於端午節點解同屈原有關呢？其實咧民間傳說咧，端午節咧係為咗紀念戰國時期嘅楚國詩人屈原。不過咧，學者聞一多咧曾經研究過喎，佢發現咧原來端午節咧嘅歷史咧比戰國時期更早，早喺4、5千年前咧，南方嘅吳越民族咧就已經有呢個節日㗎啦。當時咧係一個圖騰祭典，佢哋咧會將食物用葉包住啦，又或者咧放喺竹筒入邊，然後咧掉咗去河裏邊咧嚟祭拜神龍。咁咧將啲船咧打造成龍嘅樣子，呢啲咧都係端午節同龍舟文化嘅起源。咁咧至於講完龍舟，點可以講粽呢？咁咧粽故事咧就叫做角黍，喺端午節嘅必食美食嚟嘅。咁咧南方嘅粽咧，南北方都各有唔同嘅特色。咁咧北方嘅粽咧就偏甜，通常咧就用糯米啊、紅棗啊、紅豆啊嚟做餡料，而南方咧就偏鹹。好似我哋咁咧，廣東口味嘅粽咧，就係以鹹出名啦。入邊咧有肥瘦豬肉啊、鹹蛋黃啊、冬菇、蝦米、瑤柱等等。咁咧層層口感，鹹鮮香濃。咁但係提到粽咧，唔少得咧要提下嘉慶粽喎。咁咧嘉慶粽咧，原來喺江南一帶咧好有名嘅。咁咧佢係糯而不爛、肥而不膩，仲有一種咧特別嘅香味喎，被譽為咧粽子之王。咁咧嘉慶粽嘅歷史咧可以追溯到咧去明代。咁咧今日咧喺嗰度嘅人咧，仲會將粽咧當係平時嘅主食。咁咧每年夏天嘅時候咧，佢哋都會搞呢個嘉慶嘅粽子節啦。咁有粽子嘅擂台賽，有包粽比賽，甚至咧可以參觀咧粽子博物館嘅喎，真係好有氣氛㗎。咁咧最後想提一提大家，咁咧端午節咧其實係我哋中國4大傳統節日之一。咁咧喺2009年咧，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列入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咁咧真係值得我哋自豪㗎。咁咧希望大家呢個端午節咧都可以食住粽、睇住龍舟，感受下咧呢個傳統節日嘅魅力啦。好多謝大家。